香港位於中國華南地區，北上靠近中國大陸。香港市亞熱帶季風氣候，春季會較為和暖，夏季炎熱至酷熱並多雨，秋季溫暖，冬季則清涼前燥。香港島的文化是獨特的東方之珠特色，融合了嶺南廣府文化的根基，與長達1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影響、東西文化交融，傳統中國藝術如粵劇與西方藝術形式如芭蕾舞、戲劇和管弦樂並存。香港藝術節是亞洲主要的文化活動之一，核心價值觀重視家庭團結、禮貌和面子等傳統儒家價值觀。歷史中心，香港島北部是香港的歷史、政治和經濟中心，保留了許多歷史建築和傳統。多元節慶融合中西節日，與農曆新年、中秋節、聖誕節等都會慶祝還有如大行舞火龍等本地特色活動。香港島北岸擁有舉世聞名的城市天際線，在太平山頂或維多利亞港兩岸都能欣賞到壯麗的景色。歷史文化，島上保留了許多歷史建築和舊屋，如摩羅上街、古董街和石板街。波點炸街充滿了老香港的味道。大館則是活化後的重要文化藝術場所。自然風光與戶外活動，除了市區，香港島也有龍脊、遠足鏡、石湖、情人橋等適合戶外活動和欣賞自然美景的地點。南區的淺水灣、可赤柱是享受海灘悠哉時光的好去處。交通特色，香港島的交通系統獨特，包括有100年歷史、全球唯一的雙層電車、丁丁居互連接中環與山頂的山頂纜車。香港的流行文化和教育制度是與個截然不同的領域，前者充滿活力不斷演變，後者則以其結構嚴謹和學術競爭激烈而聞名。香港流行文化以其兼容並聚和靈活變通的特質而聞名，深受粵語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響。黃金時代與現況，在1980至1990年代，香港流行文化尤其是粵語流行音樂和電影曾風靡亞洲，影響力巨大。近年內雖然面臨來自其他地區如韓國、中國大陸的競爭，但仍有新的本地偶像和創意作品湧現。主要特色，粵語流行音樂，許冠傑等歌手開創了利用地道廣東話填詞的先河，內容貼近群眾生活，反映社會意識。電影，香港電影以其獨特的視覺風格和類型片，如武俠片、警匪片，在國際上佔有重要地位。學制結構，學前教育非強制性，但幾乎所有3至5歲兒童都會入讀幼稚園。基礎教育提供12年免費中小學教育，小學6年，中學6年。高等教育設有多所大學及專上院校，提供學位及非學位課程。學生主要通過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，HKD 生讀大學。主要特徵，精英主義與競爭制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精英主義。